当我们提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几个字的时候呀，光是在嘴里轻轻念一念，就仿佛感觉嘴里像是含了一口沙子似的，那种干巴巴的感觉，就好像喉咙都要冒烟了一样的。咱们再来说说这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古时候的情况呀，它所处的位置可是在丝绸之路之上呢，并且呀，它还是那段路上极为特殊的一个路段哦，把它称作是魔鬼路段，那可绝对不是在夸大其词呀，是实实在在的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是因为啊，在那个时候过往的人们，只要经过这里，那面临的艰难险阻可太多了，周围的环境恶劣程度简直超乎了人们的想象呀。比如说那风沙常常是毫无预兆的就呼啸而来，让人根本就难以招架呀。还有那水源的稀缺，让人一路上都时刻面临着缺水的困境呢。然而呢，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呀。如今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呀，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石油勘探领域当中备受瞩目的黄金赛道了呢。而且呀，它仿佛自带一种神奇的热搜体质，总能轻而易举地吸引大家的目光。一直以来呀，它的热度就从来没有掉下去过呢，始终都处在大众关注的视野之中呀。这不，最近又有新的消息传来了，咱们中国人呀，凭借着内心那股不服输的顽强劲头，再加上自身超强的能力，硬是在这个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成功的开辟出了4条公路呢。在这里呀，我可得跟您着重强调一下呀，你可千万不要听错了哦，实实在在就是4条公路呀，可不是什么别的数字呢。您想想看呀，在这沙漠里修路，那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呀，可不是随随便便把路给铺上就大功告成了哦。那整个修路的过程呀，简直就像是和沙子在展开一场异常激烈的群架一样呢。您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呀，这边呢，工人们辛辛苦苦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路给修好，可结果呢，一阵风呼呼的吹过来呀，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呀，那刚刚修好的路呀，就已经被沙子给掩埋的严严实实的了，就好像是变成了一个奇特的沙拉三明治似的呢。就连那些小小的蚂蚁呀，如果想要从这儿路过的话，那恐怕都得自己带上吸管才行了，不然呀，在这样干燥的要命的环境里呀，他们肯定会被弄得受不了的呀。这片沙漠呀，那真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上演着大自然的摇滚力步呢。那风沙呼啸的声音呀，每天从早到晚都不停歇，呼呼作响的声音，仿佛就是大自然在尽情地展示着它那令人敬畏的强大威力呢。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呀，如果想要让修好的公路能够顺利地挺过第二天，光靠着像沥青这类常规的修路材料呀，那可远远是不够的呀。那得需要有像绿巨人一样强大的力量出马才行呢。而这个所谓的绿巨人力量呀，其实就是要去种树啦，通过种植大量的树木呀，来起到防风固沙的重要作用，进而给公路增添一份可靠的保障呀，让公路能够更稳固的存在于这沙漠之中呢。不过呀，种树这件事儿呢，也不是说想干就能立刻干起来的呀，这里面呀，可是有着诸多的讲究呢。就比如说种树的第一步呀，实际上是要给这片广袤的大地来一场集体性的补水仪式呢。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是因为呀，这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咱们中国干旱程度的排名当中呀，那可是处于天花板级别的呀。平均下来呀，每年的降水量仅仅只有几十毫米而已呀。可您再看看那蒸发量呢，却一下子就能飙升到3000毫米这么高呀。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呀？我给您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呀。就好比您刚刚往杯子里倒了一杯水，结果一阵风轻轻一吹啊，转眼间呀，那杯子里的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甚至呀，感觉那杯子好像比您还可能有此呀，您就能想象出这沙漠里的干旱程度有多严重了吧？它所处的位置是在塔里木盆地之中呀，是咱们全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呢，而且呀，在世界范围内啊，它也是排名第2大的流动沙漠哦，这里的沙子呀，质地那是相当的松软啊，软的就好像是已经发过的馒头一样了。要是有人不小心一脚踩下去啊，那可不得了呀，半截身子一下子就能陷进去呢。就连那些在沙漠里行走经验丰富的骆驼呀，在这儿行走的时候呀，那都得小心翼翼地踮着脚，迈着像走猫步一样谨慎的步伐呢，不然呀，也很容易陷进去呢。所以呀，把这儿称作是生命禁区，那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过分呀。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呢。可是呀，咱们中国人向来就有着那么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劲儿呀。越是遇到那种困难重重的事儿呀，
就越是有满满的斗志去勇敢的挑战它呢？别人都避之不及绕着走的死亡之海呀，咱们可偏偏不这样做呀！不但要在这儿修路，而且还要引水过来，同时呢，还要大量的种树呀，把这修路、引水、种树这一系列复杂又艰巨的事儿呀，安排的那叫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就如同是提供了一条龙服务一样呢。您说说看呀，这哪里仅仅只是在治理沙漠这么简单呀？分明就是向大自然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意义非凡的击剑挑战赛呀！而且呀，咱们中国人组成的这个队伍呀，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中国队呀，那可是从来都不会在这样的挑战面前选择退赛的呀。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会毫不退缩，勇往直前，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攻克它呢。那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把路给修起来的呢？这呀，可全都是多亏了那些专业的专家们呀。他们为了这件事儿呀，可是连着开了好几年的会呢。在这期间呀，大家反复的进行研讨琢磨，经过不断的思考论证呀，总算是想出了一个特别棒、特别有效的法子呢。先是运用强基薄面这项技术来给公路的地基打好坚实的基础呀。这就好比咱们盖房子的时候呀，得先把地基筑牢了，房子才能稳稳当当的，是一个道理呀。这强基薄面技术呀，乍一听起来好像挺高大上的呢。其实呀，它的原理就是利用那些专业的设备呀，给那原本松软的沙土来一番深度的按摩呢。通过这样的操作呀，把沙土里面的空气都给挤出去。经过这么一处理呀，地基就能变得结结实实的了。就像咱们做蛋糕的时候呀，谁也不想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蛋糕，刚一出炉就塌成一坨了吧？修路的地基也是同样的道理呀。只有地基稳固了，公路才能长久的存在呀。再来说说这防沙工程吧，咱们早在2003年的时候呀，就已经开始提前谋划进行布局了呢。那具体是怎么操作实施的呢？其实呀，就是在公路的两边呀，种上宽度能够达到80米的防护带呢。而所选择种植的那些植物呀，那可都是沙漠里的特种兵呀，比如说像沙拐枣、叫柳，还有梭梭树等等这些植物呢。这些植物可厉害着呢，它们每一个呀，都有着超强的抗旱能力，哪怕是在极度缺水的环境下呀，也能顽强的生存下去呢。同时呀，它们的抗风能力也很棒，面对那呼啸而来的狂风呀，也能稳稳的扎根在土地里，不被吹倒呢。而且呀，它们还具备很强的抗盐碱能力，在这盐碱化比较严重的沙漠土壤里呀，也能茁壮成长的。可以说呀，每一个都是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绝境当中顽强生存下来的高手呀，妥妥的就是植物界里荒野求生的冠军呢。有了他们的守护呀，公路就能多一份保障了。您瞧瞧呀，在这沙漠里修条路，那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呀，得和那无孔不入的沙子斗智斗勇呀，得和那肆虐的狂风进行较量呀，还得和那炽热的像火一样的太阳做对抗了，甚至呀，感觉好像还得跟那捉摸不定的命运较劲呢。可咱们中国人就是有着一股不服输的牛劲儿呀，愣是把这么难的事儿给办成了呀。这修出来的哪里只是普通的公路呀，分明就是承载着人类顽强意志的凯旋大道呀。它上面凝聚着咱们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呢，见证着咱们克服重重困难的伟大历程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修公路的时候呀，除了用上强基薄面技术和防沙工程之外呢，咱们那些充满智慧的技术研发部门呀，还想出了一个全新的花样呢。这个花样呀，就是草方格植被放置法。那这个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呀，就是把芦苇之类的植被呀，精心的编成一个个方格的形状，还有一些会变成栅栏的样子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呀，给那些能够抗沙的植被打造出一个个更加稳当、更加适宜它们生长的小环境呀，就好像是给它们用心地打造了一个个小小的温馨的家一样呢。您可别小看了这个方法呀，自从采用了这个办法之后呀，公路防风固沙的能力那可是蹭蹭往上涨呀，效果那是特别显著呢。可以说呀，在这几种方法共同的努力配合之下呀，这条公路的防护能力那简直就是无敌了呀，就如同给公路穿上了一层坚不可摧的铠甲一样呢。不过呀，这草方格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效呀，水资源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因素呢。不管是布置那些芦苇植被呀，还是要让防护林里的树木能够茁壮成长呀，那可都是离不开大量的水的呀。所以呀，为了能够保证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呀，
咱们就在公路每隔4公里的地方呀，挖上一口灌溉水井了。一直到2023年为止呀，已经在塔克拉玛干公路的周边呀，一共挖了109口水井了呢。刚开始的时候呀，为了能够让水源稳定的供应，采用的是柴油发电技术来给这些水井供电的。可是呀，这柴油发电的成本实在是高得吓人呀，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不说呀，还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呢。咱们没办法呀，就得赶紧想办法去寻找一个既能够省钱又环保的好办法呀。嘿，您还别说呀，这时候呀，太阳能发电技术就闪亮登场了呢。现在用上太阳能来给这些水井供电呀，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了，每年差不多能省下将近770万元呢，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而且呀，更重要的是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跟着大大的提高了，每一滴水都能够通过科学合理的安排，精准的浇灌到那些需要水的地方了。现在呀，人工灌溉系统也能够保证防护林每10个小时就能喝上一回水呢。所以呀，喝水公路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呀，真的是特别形象的体现出了这条公路对水的依赖以及水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了。这时候呀，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提出疑问了呀，这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地方呀，整天都是风呼呼的吹着沙子到处乱跑呀，方圆100里都很难看到几个人影呢。车的数量都比骆驼还少呀，咱们花这么大的力气来修路，是不是有点太劳民伤财了呀？还不如就让沙子随便飞着，咱们落个清净多好呀。您先别急着下这样的结论呀，这事儿呀，您可得往地底下好好看看呢。因为咱们修的这条路呀，可不是那种只是为了图个热闹的普通路呀，而是一条对咱们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能源生命线呢。您可千万不要以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只是沙子多而已呀，那您可就大错特错了呀。它可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含油气盆地呢，地底下呀就像是埋着一座实实在在的地下金库一样呀，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油气资源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呀，像克拉尔、哈德塔中等30多个大型油气田呀，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陆陆续续的被发现了呢。如今呀，这里每年的油气产量都已经突破3000多万吨了呀，这可是妥妥的国家能源方面的顶流担当呀，为咱们国家的能源供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呐。可问题也就跟着来了呀，这里的油虽然是品质优良的好油呀，但是要怎么去开采呢？开采出来了，又该怎么把它们运输出去呢？总不能靠着骆驼把那些沉重的钻井设备拖进沙漠里面去吧？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也不能让石油工人踩着高跷去穿越那流沙遍布的沙漠吧。在这个时候呀，那一条条横穿沙漠的公路呀，可就成了真正的动脉血管了呀。它们对于石油的开采和运输来说呀，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呀，就像是人体里的血管一样，起着输送关键养分的作用呢。当然了，这每一条沙漠公路呀，从最开始的设计规划到后续的日常维护呀，那花费可都堪称是烧钱界的顶配了呢。就拿这公路两边的绿化带来说吧，你可能一开始以为它就是个简单的点缀罢了，起到的作用不大呀。其实呀，它可是防沙护路的核心防线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呀。这么多年来呀，咱们在公路的两侧种下的树，那都超过2000万棵了呀，还建成了大约3500公顷的防风固沙林带呢。这相当于把5000个标准足球场呀，都披上了一层生机勃勃的绿色外衣呢。这些树木呀，可不单单是能挡住沙子这么简单的作用呀，它们还在悄悄地改善着沙漠里的小气候呢，让原本那干燥恶劣的环境呀，慢慢地变得温和了一些呢。真的可以说是生态逆袭的一个典范呀，展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呢。不过呀，这背后咱们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呢。为了能够养活这些守护沙漠的卫士们，也就是那些树木呀，咱们沿着公路可是打了上百口灌溉水井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儿呀，水可比汽油还要金贵呢，每一滴水那都得精打细算着用呀，容不得一点浪费呢。好在呀，科技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大作用呀，太阳能供电加上智能滴灌系统上线之后呀，每年光是电费就能省下将近770万元呢。而且呀，水资源的利用率也是蹭蹭的往上涨呀，让每一滴水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呢。但是呀，您也别以为这就完全不用人工去操心了，实现全自动了呀。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呀，这绿化灌溉还没有完全解放人力呢。
几乎每一口井那都得配上一个园艺管家呀，这些园艺管家们呀，得定时定点的去给树浇水，照顾这些树木的生长呢，就好像是沙漠版的植物保姆一样呢。您可以想象一下呀，这将近436公里的绿化带背后呀，那是多少双因为熬夜劳累而熬红了的眼睛呀，又是多少双在烈日暴晒下被晒脱皮了的手呀，光是想一想都让人觉得头皮发麻呢。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可是咱们中国人算账呀，从来都不只是看眼前的这些情况了，而是会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呀。这条路修起来呀，它修的可不单单是一条普通的路呀，它修的是能源通道呀，守护的是咱们国家的命脉所在呀，种下的更是绿色的希望呀。表面上看呀，好像是花了不少钱，感觉挺烧钱的，但实际上呢，这是把沙子变成了能够运输战略资源的传送带呀，是在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做铺垫呢。所以这可绝不是什么劳民伤财的事儿呀，而是一场稳扎稳打的国家投资呢。毕竟呀，在这沙漠里种下的每一棵树，修的每一公里路，在未来呀，都有可能化作咱们万家灯火里的一度电，或者是一辆汽车里的一滴油呢。它们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呀，那可是十分重大的呀，关乎着咱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呢。您可千万不能小瞧了这条路呀，它可不单单是往沙漠深处蜿蜒伸展的一条普通公路呢，那简直就是通往能源安全的超级大动脉呀，就像是一条生命线一样维系着整个石油开采和运输的系统的。它就好比是一个特别靠谱的后勤大管家一样呀，保障着油田的设备能够顺顺利利的运输进去，让石油工人能够安全便捷的进入沙漠进行开采工作呀，人员也能够自由的进出，开采出来的资源呢，也能够稳稳到平平安安的运出来呀，妥妥的就是石油开发离不开的基础设施，是整个石油产业的顶梁柱呀，一点都不夸张的说呀，要是没有了这些公路呀，那咱们的石油开采工作呀，恐怕就像是没头苍蝇似的，根本就没办法顺利开展，只能是在原地打转，举步维艰了呢。所以呀，别看这条喝水公路平时看着冷冷清清的，好像是个孤家寡人似的，没什么人气呀。其实呀，人家可是在默默的为咱们国家的发展使劲呢，在暗地里给咱们国家的发展加油打气呢。那些乍一看好像贵得离谱的投入呀，其实换来的可是能源命脉稳稳当当的输出，还有咱们国家未来发展那无限的可能性呢。这么一衡量呀，这买卖可太值了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呀，塔克拉玛干沙漠就仿佛慢慢的揭开了它那神秘的面纱一样的。随着克拉尔哈德塔中等30多个大型油气田像雨后春笋般陆续被发现之后呀，原本那个荒无人烟、人迹罕至的荒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座实实在在的地下金库了呀。这变化真的就如同是一夜暴富了一般呐，给人带来的震撼可不小呀。据统计呀，现在这儿一年的油气产量都已经突破3000多万吨了呢，这相当于每天都有好几十辆油罐车呀，就像那勤劳的小蜜蜂一样，不知疲倦地为咱们国家输送着能源动力呢，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能量支持呀。不过呢，您可别以为发现了石油就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了呀。这儿的开采难度那可真的是地狱级别的极端呀，那气候干旱得呀，热起来的时候感觉都能把人给烤成人干了呢。那炽热的阳光毫无遮挡的直射下来，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烤箱之中呀。而且呀，那风沙还频繁的肆虐，就像是一个张牙舞爪的大怪兽一样，一阵风刮过来，裹挟着大量的沙子，遮天蔽日的，让人根本就睁不开眼呀。再加上这沙漠的地质结构又复杂的像迷宫似的，各种沟壑岩层交错分布，让人摸不着头脑呢。更要命的是，交通基本就是零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呀，这让油田的开发变得比登天还难呢。那些开采设备根本就运不进来呀，就算开采出了资源，也没办法顺利的运出去呀。就算是再大的油田，面对这样的困境，那也只能是对着这漫天的黄沙干瞪眼，无奈的望沙兴叹了呀。就在这个时候呀，一条贯穿沙漠的生命线公路就成了刚需当中的刚需了呀。1993年的时候呀，第一条沙漠公路就正式开工建设了呢。这就好像是在咱们国家极端环境下修路的历史上呀，翻开了崭新的充满挑战的一页呢。打那以后呀，随着石油勘探的需求就像吹气球一样不断的增长，公路建设也就跟着热火朝天的搞起来了呀。
截至目前呀，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公路总里程都已经超过1770公里了呢。它们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交通大网呀，就如同给这茫茫沙漠织就了一张脉络清晰的血管网一样，让这片原本死寂的沙漠有了生机与活力呢。曾经那个让人闻风丧胆、避之不及的死亡之海呀，如今已经被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造，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后花园了呢。这变化简直比变魔术还要神奇呀，让人不得不感叹咱们中国人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呢。这条公路呀，可绝不是外界所说的什么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模范工程。代表呢，它既是石油运输的大动脉，保障着油气资源能够顺畅地运往全国各地，又在环保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呀。沿线那一片片的防风固沙林带呀，既能够有效地保护公路，让公路免受风沙的侵蚀，又能一点点地改善着沙漠里的生态环境，让沙漠里的空气变得更清新一些，气候变得更宜人一些呢。还为当地的居民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啊，带动了农业的转型呀。所以说呀，塔克拉玛干公路那真的堪称是沙漠里的奇迹工程呀。它是工业文明与自然抗争的一个象征，体现着人类不屈服于恶劣自然环境，努力去改造、去利用的决心和智慧呀。同时呢，它也是生态修复与旅游开发的一张新名片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片神奇的沙漠呢。近年来呀，有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到这片人工绿洲来打卡呢。有人就感叹说呀，真没想到在这沙漠里居然也能种出希望来呢。原本以为沙漠就是一片荒芜、毫无生机的地方，可看到眼前这绿意盎然的景象呀，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内心充满了震撼和感动呢。对于当地的老乡们来说呀，这条横穿沙漠的公路，那可就是现实版的聚宝盆呀，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以前那些撂荒的土地呀，如今都因为有了公路带来的便利以及各种治沙措施的实施呀，变得绿意盎然了呢。智能滴灌系统的应用呀，让原本那贫瘠的盐碱地都能长出金疙瘩了呢。那些珍贵的农作物呀，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呀。国家打的那些深水井呀，涌出的都是救命的甘泉呢，解决了当地居民用水难的大问题呀。而且呀，还有农业专家不辞辛劳的手把手的教大家种植像沙漠人参、肉苁蓉之类的高端作物呀，让老乡们掌握了新的种植技术，拓宽了增收的渠道呀。老乡们的钱包也都慢慢鼓起来了呢，日子越过越红火了呀。顺着这条公路呀，老乡们就能把自家的货物卖到全国各地去了，物流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30%呢，这可太划算了呀。电商服务站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呀。硬是把一个个原本偏僻落后的小村庄都打造成了网红农业小镇呐。这些小镇在网络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商家关注呢，引得那些外出务工的青年们呀，都纷纷回流回来创业了呢。现在呀，全村家家户户都种着能挣钱的摇钱树呢，农产品都能坐着专车畅销四方了，真正实现了人在家中坐，财从路上来呀。大家的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有滋味了呢。地方政府也把这条路玩出了新花样呢，依托着沙漠公路呀，打造出了星空露营加胡杨秘境的旅游带呀，让原本那让人望而生畏的死亡之海，一下子就变成了网红打卡地了呢。便捷的交通网络呀，还带动了沿线兴起了20余处特色景点呢。这些景点各有各的特色。有的展现着沙漠独特的自然风光，有的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呀，吸引着不同喜好的游客前来游玩呢。就拿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来说吧，游客量同比可是暴涨了200%呢。那景区里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游客呀，热闹非凡呢，旅游收入那也是蹭蹭往上涨，直接拉动了当地 GDP 的增长曲线呀，让当地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呢。在绿色发展的这条赛道上呀，这条公路更是玩出了黑科技呢，沿线的87个水井房呀，全都换上了光伏板呢，年发电量都突破300万度了呀，这相当于每年能省下1200吨柴油呢。不仅减少了能源的消耗，还减排二氧化碳都超过3000吨了呀，对环境保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呢。这条现代化的公路呀，就好像是扎进沙漠里的生命导管一样呀，不仅输送着物质和源流，更是激活了创新的基因呢。
硬核的技术，吸引的众多科研精英都扎堆到这儿来了呀。生态学家们在公路两侧精心培育耐旱的植被呀，他们通过不断的研究试验，试图找到更多更适合沙漠生长的植物品种，并且探索出更好的种植方法，让这些植被能够更好地发挥防风固沙的作用呢。工程师们则忙着调试智能灌溉系统呀，他们不断地优化系统的各项参数，让灌溉更加精准，高效确保每一滴水都能物尽其用呢。物流达人们也在这儿搭建起了沙漠快递网络呀，让当地的特色产品能够更快速、更便捷地运输出去，同时也能把外面的物资及时地运进来呢。就连那些95后小伙呀，都开着无人机去巡护林草了呢。他们利用无人机的高空优势，能够更全面、更及时地发现林草生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病虫害、缺水等情况，然后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呢。基础设施的升级呀，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呢，人才不断的涌入，催生了智慧农业的发展呀。新技术的应用又提升了生产效率，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智能化、科学化呢。物流网络也保障了商品的流通，让商品能够在市场上顺畅的流转起来呢。特色产业集群也就应运而生了呢。各种各样的相关产业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当地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呢。老乡们也从以前那种只能看天吃饭的状态，变成了现在多管齐下的经营模式了呀。白天打理种植园，精心照料那些农作物，让它们能够茁壮成长；晚上还能经营民宿呀，为游客们提供舒适的住宿环境。通过这两种方式增加收入呢，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呢。如今呀，这已经成了公路通百业兴的生动主角了呢。农产品坐着冷链专车呀，48小时就能直达长三角的餐桌了呢。这速度可真够快的呀，让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来自沙漠地区的新鲜特色农产品呢。随着越来越多的沙漠公路陆续通车呀，塔克拉玛干沙漠正在编织着8纵8横的交通网了。区域协同发展就像是驶上了快车道一样，速度越来越快了。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呀，资源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调配和共享呢，产业之间的合作也变得更加顺畅了呀。这片曾经那荒芜得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呀，如今可是处处都涌动着创新的活力呢，到处都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呀。您看那光伏之沙项目呀，正和公路建设同步稳步推进着呢，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呀。5G 基站也逐渐覆盖了主要的路段，让这片沙漠地区也能享受到高速网络带来的便利呀。无论是当地居民的生活，还是游客们的游玩体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呢。无人驾驶测试场也马上就要投入使用了呢，这又将为这片沙漠地区增添一抹科技的亮色呀。未来这里或许会成为无人驾驶技术应用和研究的重要试验场地呢。这条集环保、交通、经济、科技等诸多优势于一身的超级公路呀，它所起到的作用可太大了呀。不仅重塑了沙漠的生态环境，让沙漠从一片荒芜逐渐变得绿意盎然，更是改写了当地居民的命运呢，让他们从贫困落后走向了富裕繁荣呀。他用实实在在的实践向大家证明了呀，只要咱们能够找准发展的密码，哪怕是小小的沙粒，都能够变成宝贵的金子呢。随着沙漠经济带持续不断的扩容呀，塔克拉玛干沙漠正从曾经那个让人望而却步的生命禁区，一步步蜕变成一个充满着无限机遇的活力新区呢。创业旅游呢，而且呀，它的这种发展模式还为全球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一个鲜活又极具参考价值的样本呢，让其他面临荒漠化问题的地区看到了希望，也有了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榜样呢。可以想象一下呀，以前这片沙漠里，除了漫天飞舞的黄沙，几乎看不到什么生机，人们路过这儿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被困在里面出不来呢。那种荒凉死寂的感觉让人心里直发怵呀。可现在呢，公路就像一条条灵动的丝带穿梭在沙漠之中，沿着公路两侧是那郁郁葱葱的防风固沙林带，像是给沙漠披上了一件绿色的披风，守护着这片土地呀。
那些原本被风沙侵蚀的厉害的土地，在各种治沙措施和绿化工程的作用下，慢慢的恢复了生机。原本干裂的土地开始变得湿润起来，一些顽强的小草也从土里探出了脑袋，绽放出了生命的绿生。以前干涸的土地，因为有了灌溉水井和科学的灌溉系统，变得更加湿润起来，也为植物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呀。像肉苁蓉这些珍贵的植物呀，在适宜的环境里茁壮成长，它们那独特的身姿点缀着沙漠，不仅让沙漠多了几分别样的色彩，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呢。公路的存在，让外面的信息、技术、人才等等都能够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科研人员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在这里开展各种实验和研究，试图探索出更多治理沙漠、利用沙漠资源的好办法。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许会在未来为全球的沙漠治理贡献更大的力量呢。物流行业也因为公路变得更加便捷，各种物资能够快速的运输，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再也不用担心运输不便而烂在地里了，它们可以新鲜的抵达全国各地的市场，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来自沙漠的独特味道，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片沙漠的神奇之处呢。旅游业更是借着公路的东风蓬勃发展起来了呀。游客们沿着公路自驾，欣赏着沙漠独特的风光，白天可以去探秘胡杨秘境，感受那千年胡杨的坚韧与沧桑。那些胡杨有的树干粗壮，有的树枝形态各异，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呢。晚上可以在星空露营地扎营，躺在帐篷里，仰望着璀璨的星空。那密密麻麻的星星就像镶嵌在天幕上的宝石一样，仿佛整个宇宙都触手可及。这样的旅游体验实在是太美妙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让当地的旅游收入不断攀升，带动了周边一系列配套产业的兴起，住宿、娱乐等等，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旅游行业中来，增加了收入渠道，大家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呢。而对于那些曾经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来说呀，看到家乡如今的变化，看到了在家乡发展的广阔前景，自然就愿意回来创业了。他们有的开启了农家乐，用当地的特色美食招待四方来客，那些美食有着独特的风味，让人品尝之后回味无穷呢。有的办起了民宿，把传统的民居改造成温馨舒适的住所，在里面布置上具有当地特色的装饰，让游客们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呢。还有的投身到电商行业中，通过网络把家乡的农产品、手工艺品等推广出去。他们精心拍摄产品图片撰写详细的介绍文案，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神奇的沙漠和这里独特的文化，让家乡的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总之呀，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这些公路，就像是一把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这片沙漠通往繁荣发展的大门，让曾经的荒芜之地焕发出了耀眼的光彩，也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呢。而且呀，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它还会继续书写更多精彩的故事，创造出更多令人惊叹的奇迹，为咱们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沙漠治理和经济发展都做出更大的贡献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呀，如果您觉得今天我分享的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内容很有意思、很有价值的话，麻烦您动动手指，给我们点个关注，点个赞呀。也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并且记得点击小铃铛呀，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推送的更多精彩内容啦。感谢您的支持呀。